咱来三祈祷。现在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搁一摆伫遮会当参加敬拜你。阮要来想，对即个摆开始，阮要参加想圣神的果子。阮恳求你伫即中间，通过你的话，保罗受圣神感动所写的，成做阮灵性的美妙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2礼拜前有讲，对一礼拜起，咱要看圣神的果子的代志哦。我感今仔日我的讲道是差不多是一个概论啦，圣神的迄落吼。要讲即个概论的前，我先爱甲大家讲，保罗是安怎写这个物件？保罗是安怎写这个物件？保罗甲加勒泰，加勒泰是一个省，罗马帝国的一个省。伊去即个加勒泰是写互加勒泰附迄个地区的教会，所以保罗伫遐设几啊间教会，毋是干那一间来定。伊写是写互迄个地区的教会。你若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甲第14章，你就会当看到伊伫迄个加勒泰地区。拢总伫遐住18个月，1年半是不止久，算不止。伊第一摆传道旅行，甲巴拿巴做伙去，伫遐伊住18个月伫遐。伫遐中间哦，无日子无遐尼好过啦。犹太人的反对有诶无诶足济吼。伊伫一个所在叫做以哥念，伫遐吼有一群犹太人放声讲要甲钉石头，要用石头甲钉死哦。因为安尼吼，遐个基督徒讲安尼遮无安全吼，咱来走。带伊去一个所在叫做罗斯德，嘛是伫迄一带罗斯德另外一个城市。毋过即阵要钉石头，就对伊去啦，对伊去。伊吼伫罗斯德吼，伫迄个罗斯德的所在吼。迄阵浸石头的来吼，真正甲保罗浸石头吼，浸到吼，因想讲伊已经死去哦，想讲伊已经死去。圣经讲哦，因想讲伊已经死去，总甲拖出去城的外口，甲拖出去呢。这个吼，真正命足论的啦。因想讲伊死，伊无死啦。这基督徒看伊有人顶到敢若要死吼，拖去外城吼，嘛毋敢挖去，都敢若到因遐人拢离开了，因才去挖去看到底是有死啊无死。好佳哉无死，圣经讲伊阁徛起来，因才会通大家惊一个，大家拢想讲伊死啊，伊阁徛起来。为着安尼吼，伊伫遐传教就是安尼。我要甲恁讲即个故事是。伊用足济心血，甚至伊的性命险牺牲去，伫加勒泰，真不容易有一阵信。你会当想伊甲加勒泰地区的教会的感情吼，感情。但伊离开了吼，伊伫以弗所的时，听到消息来讲吼，伊所爱真听遐基督徒吼，有一寡犹太人来甲因讲恁吼，恁要信耶稣会使啦，毋过恁是犹太人，恁嘛是着爱因是外邦人哦，恁要信阮犹太人耶稣，恁换那着爱照犹太人的规则，守犹太人的祭祀，什么行割礼咯，什么物件会使食，什么物件袂使食。保罗听到这时候，感觉足艰苦心的啦。这袂输哦，一个老爸也是老母离开厝，无伫囝呢，有一寡歹朋友去甲交涉，教会迄个伫加勒泰教会已经会友甲会友的中间，因为安尼有一点仔紧张关系，就是安尼。保罗写即张批，互加勒泰地区遐教会，甲因讲，恁毋免阁守这外在这礼仪，拢总毋免。加勒泰伊即张批吼，
的主题吼，咱今日无读，伫第5章的第1节到第6节，我有做 PowerPoint 出来吼。迄是保罗要紧要甲因讲的 message， 只吼为着要互咱有自由，基督已经有甲咱投放，所以着徛在毋通受压制做奴隶，做自由的基督徒。啊，第6节伊讲吼，因为咱若有甲基督结连。有受割礼，是无受割礼，拢袂要紧。要紧是有听的行动，表现出咱的信心。保罗就是特别要紧，就是要甲加勒太遮朋友讲，恁毋免阁烦恼有割礼无割礼啊。要紧是甲基督结连。我2礼拜前讲迄个。葡萄耶稣讲，我是真诶葡萄树，嘛有讲到结连诶代志。保罗伫遮物上，你爱甲结连，啊用听，即个外表诶礼仪拢袂要紧，吼。啊，我拄仔讲，因为有一寡人伫迄教会内底安尼讲一寡有诶无诶吼，教会有紧张诶关系。第5章诶第13节到15节，我嘛做 PowerPoint 出来，请咱大家。互你知影讲，保罗是安怎写安尼呀？毋是，还佫一个有无？若无我就读互恁听啦。安尼，敢若去走去个，第2个应该是第2个。无安尼不要紧，我读互恁听啦。所以吼，我来礼拜拢有查圣经来，即若出册语啊，都哩落看。13节到15节，吼，我读互恁听。是的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恁是要互恁自由，毋过毋通互恁的自由变作放纵私欲的机会，着用疼心互相服务，因为全部的律法包含伫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个界面。要小心，恁若要三家三吞，会互相糟灭。保罗看到教会迄个因的问题，伊甲因讲：恁着三听，毋通阁为着这代志伫遐咧冤家落大济。你会当看到保罗的信息，迄个意思是讲，外表。遐礼仪逐项无要紧，要紧是内心耶稣基督福音改变恁的内心，迄是更较要紧的代志。保罗伫遮，伫第16节，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第16节吼，伊甲因讲，恁着照圣神的引带来生活，照圣神的引带来生活。英语叫做 live by the Spirit， 还是 walk in the Spirit， 我也是行伫迄圣神的中间，啊，毋通满足本性。旧的迄个台湾话圣经啊，真侪英语较旧的圣经拢做翻做肉体 flesh， 毋通满足，为着要满足迄个肉体的欲望。我感觉翻译做本性较好啦。本性吼是肉体吼，咱会当互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讲，咱着爱心性才好，肉体拢毋好。其实咱若无肉体，咱就无心性的物件，你知影无？对无？肉体真要紧呢。所以伊即摆新的翻译翻作本性，我感觉是较好的翻译啦。毋通要满足你的本性啊！较顶下伊会讲咱的本性是啥哦？毋通满足遐个物件，就倚靠圣神，因为这是原则啦。原则真好讲啦，我甲你讲原则啦。啊，实在咧，实在就无共款啦。
第17节吼，第17节，伊甲因讲吼，因为人的本性甲欲望对抗圣神，咱的本性会甲圣神的因带对抗啦。啊，圣神嘛会对抗咱的本性，所以伫咱的内底吼，就有迄个矛盾关系，不时有即个代志。这两项互相对敌，至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。因为你捌有即个经验无？我定定有即个经验呢。保罗家己嘛讲伊有即个经验呢。我相信咱若要老实，咱大家拢同款。我有摕伊伫迄个罗马吼，罗马第7章第18，即马拜托你做拄仔迄个跑派嘿。罗马17章，伊写甲上界清楚吼。伊讲吼，我知伫我本性内面无良善，我有做好的意愿，毋过无做好的亏力。所以爱好我无去做，无以爱歹颠倒去做，真切实吼，咱拢捌安尼拄着吼。啊，过去第24节到25节吼，真歹势好办。第24节到25节，伊讲我这个人有够凄惨，迄个。旧的圣经是讲啊，我有才艺啊，有才艺啊。这翻做我有够凄惨，这加做台湾话吼。我什么人会当救我离开这个要到地到死的身躯？感谢上帝，通过咱的主耶稣，伊有救我。安尼，我的处境一方面是用心思顺服上帝的律法。另外一方面是用肉体顺服罪的法则。因为保罗会遮尔老实讲伊的内面的矛盾，咱拢有啦，咱大家拢有啦。迄个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是学生，安尼拢在困，啊，耶稣叫因都爱警醒哦。耶稣讲一句话真出名，叫做心神甘愿肉体两者，这句话真正是上好的描写这个心神甘愿啦，肉体两者啦，都是安尼啦。第18节，伊搁一摆叮咛讲，恁都爱照圣神来生活，吼。啊，过去第19节到21节哦，伊开一张清单，讲人的本性是啥？人的本性是啥？不加老热啦吼。我搁读，我毋免搁读啦吼。我敢若安尼点出来，咱来做伙看伊这张清单啦吼。这张清单吼不加长，会当分做几啊部分啦。头一步是关于色的代志啦，色情的代志。第二部分哦是人甲人中间的问题啦，吼，啊嘛有个人的问题啦，个人的问题。啊，上尾啊吼，嘛有个人的问题啦吼。啊有信仰的问题，第2项是信仰的问题。咱来讲，这张清单吼。我讲，恁看的是恁毋知感觉安怎？我看的是吼，我老实甲恁讲，我拢会拄看吼，看讲这张清单内底倒一项较严重。若要讲吼，咱大家拢会讲19、10迄3项可能是上严重的，吼，淫乱、污秽、放色。我无带别人的某走，所以我无即个代志哦，吼。这甲我无关系，毋过吼，若照耶稣的标准吼，若照耶稣的标准，讲你若看到一个异性吼，啊头壳就乌白想吼，你就已经是这啊。咱若要老实，咱大家拢捌咯，这咱大家拢捌咯，吼。咱这毋是，这是
啊，过来是宗教的问题、信仰的问题，拜偶像、行邪术。拜偶像，阮兜也无财不拉，这无我的代志，毋是呢。你伫你的生命内底，若有比上帝更较要紧的物件，迄就是你的偶像。我知影这真咸，我知影。毋过圣经就是安尼讲，也上帝讲，我以外恁毋通有别的上帝。所有的物件，若是代替上帝，都是拜偶像。啊，这真严重的代志安尼哦。行邪术，行邪术原来意思，我去看原文哦，咱迄个 pharmacy 吼，就是，所以这就是对这希腊文对这字来的，意思是用药啊去卖血人去款的，去款安尼吼，所以行邪术啊对，迄阵啊用药啊就会发生变化吼，无人会晓解说。无人会晓解说，就是讲我行邪术，其实毋是行邪术。咱即摆拢知影，药啊对咱的身躯反应真简单啦。药啊有时啊对咱的身躯有好反应、歹反应。啊，若歹的，就是行邪术啦，就是迄个了解啦。啊，因的了解就是你会晓安尼，就是你甲鬼神有关系，你才会晓安尼。所以拢讲，迄就是行邪术，甲这有关系啦。啊，过去的遮的吼，敌对斗争这的代志吼，你安尼甲看，咱大概拢加减拢有啦，大家拢捌啦，吼，大家拢捌啦。啊，上尾啊，伊佫讲吼，酒醉花天酒地吼，第21节万道。酒醉花天酒地，我想我甲见万道我捌啦，大家拢捌啦吼。酒醉吼，我若啉着酒吼，两喙啊，我规身躯就烧滚滚啊。我的身躯对酒精的反应足歹，我无咧啉酒，所以我想想酒醉这是甲我无关系。花天酒地吼，我毋捌啦。啊，我咧想讲，我咧会晓甲家己，我家己讲我毋捌吼。到底是你无爱，还是你无钱通去花天酒地？这嘛是我坦白甲恁讲吼。那我若莫做牧师，我若去做律师吼，我毋知我会花天酒地也袂呢。我毋敢甲恁讲，我一定袂呢。因为我甲恁讲这真趣味哦，是要互咱想，咱拢会想讲，这人的本性内底。什么较严重，什么较无严重？我甲你讲，伫上帝目睭底吼，罪就是罪啦，罪就是罪。人的本性本来就是罪。你想讲世界会遮尔乱，是对倒来，拢是对人的罪行。这物件，你去看人的纷争，甲这物件拢有关系呢，敢毋是？这是保罗甲因讲，这是人的本性。要克服人的本性，要安怎？圣神。我讲咯，敢若甲你讲圣神吼，老实讲真笼统啦，敢毋是？你是咧讲啥的？吼，啊，佫一项吼，你若看人的毋对吼，人会歹的方面错误吼，你要指出错误真简单。特别是别人的错误是更较简单，你拢看甲真清楚。我家己的错误我看袂到，要讲错误较简单啦。啊，要安怎？这是现实，咱面对的是这个现实，咱要安怎？这是保罗的智慧的所在啦。保罗吼，搁落去讲圣神的规矩。伊用真具体的物件，拢总9项。伊甲遮个人讲，恁着靠圣神去追求这个规矩，这真具体。
有可能做，敢若甲你讲靠圣神，圣神要安怎靠？伊甲你讲结果子。我伫准备这个时，我去想到一项哦，保罗会晓讲结果子哦。伊甲耶稣伫马太第7章第15节到20节讲，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，恁知影嘛吼？伫约翰15章2礼拜前咱才讲诶，我是真诶葡萄树，恁是枝，恁着爱结果子。迄个保罗写加略台诶时吼，马太甲约翰拢还未写，所以保罗无可能读到马太甲约翰才写这。总是我相信，伫迄个时阵吼，耶稣离开无偌久，伊诶教示大家拢还阁会记诶。我相信伊有听人讲，伊有听人讲耶稣讲即个结果子诶代志。伊讲圣神诶果子，圣神诶果子，这是保罗真有智慧诶所在。伊用一个人目睭看会到、知影什么物件来讲，要靠圣神生活，都爱结这果子啦。但遮吼，关于这个果子，我有几啊项爱甲咱要进入一项以前，甲咱大家讲一个，敢若概论安尼啦。头一项吼。这个圣神的果子是一粒啦定，毋是9粒啦。我捌看到一张图吼，画一张树仔来，顶头有9粒果子伫遐。一张树仔哪有可能生9粒无共款的果子？无可能嘛！一粒啦定，一粒种子内底有9项物件，种子内底有果子有皮。有内底有籽糖安尼，都是迄粒果子内底有9项物件。咱常常吼，保罗的教士在讲圣神的果子，敢若一粒内底，总是伊佫讲一项叫做圣神的温数，上帝赏赐的温数，温数足济啦。伊哥林多前书第12章又讲圣神的温数有8项啦。保罗伫遮是无共款，温数吼无共款。咱大家对上帝拢有，互上帝互咱有温数，咱用迄个温数来服侍上帝。利益人，保罗伫遐有写8个温数，就是做使徒的温数、先知的温数、教师的温数、行神业的温数、医病的温数。办展人的温数、管理事务的温数、讲方言的温数，保罗伫遐讲8项。常常咱将温数甲圣神的果子揽了毋对的。温数无一定干那一个，你有可能上帝听你，互你足侪温数。我捌一个牧师哦，大学的是读电脑的，头壳是足好的。佫会晓字皮啊咯，佫足好工作。我看到我是足怨妒伊的温数，你敢知？我皮啊咯，敢若啰啰嗦嗦安尼立定。人伊字皮啊咯，佫会晓工作头壳佫好，佫电脑佫捌。我是讲，上帝互伊足侪温数，伊做牧师。上帝互咱有温数，有可能敢若一项立定。你若好好运用迄项，都是你服侍上帝。总是圣神的果子，毋是上帝要求咱每一个人爱结圣神的果子，这9项拢需要，毋是一项那定。所以这是不恰当的代志吼，这是不恰当的代志。咱慢慢再过来讲啦吼。这9项哦，保罗毋知挑工的暗时，我毋知哦。真趣味是会当分做3组啦：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。
这是对上帝来，这对上帝来，这毋是咱家己有法度的。仁爱、欢喜、和平，忍耐、仁慈、良善，是咱对人应该有的态度。咱对人应该有的忠实温柔、节制，是咱家己对咱家己的要求。因咱爱安尼。咱若无安尼，咱无法度通做头前咱若无这三个种子，咱无法度通做头前迄6个。这有连带关系伫遐，这是真奇妙的代志啦。我吼一方面拄啊讲迄个人性人的本性吼，我讲咱大家拢捌，咱大家拢加减拢有。老实讲，这9项吼。咱若是基督徒，咱若是基督徒，加减换哪啦拢有啦。我想加减嘛拢有啦。保罗爱咱做的，圣经爱咱的要求是，望伫咱倚靠圣神，咱会当搁较进步，会当结搁较侪果子，荣光上帝。这是保罗的要求，假使。结果子我顶礼拜有讲，头一项爱结连，甲葡萄树结连才有法度结果子啦。爱结连，保罗拄仔嘛有讲结连的代志，爱结连，甲基督结连。过来，你若有甲基督结连，结果子，你毋免勉强。我2礼拜前有讲，你看葡萄还是看苹果哦，到一个时阵，伊自然的果子就出来。你毋捌看因安尼拼到要死才去结果子，真自然的出来。你若有甲基督结连，这个果子会自然出来。搁一项哦，这个果子袂当假，假的人拢看会出来。我有一个朋友吼。捌讲一个故事我听，一个加拿大的牧师，伊讲我听讲因兜有一丛苹果树啦，鸟仔拢家己个食来啦。伊吼想咧讲，鸟仔拢甲食了了吼，苹果拢足水的，拢互鸟仔剁甲一支，所以伊去买一寡塑胶做的苹果吼，足水的吼，甲摕来吊伫树仔顶讲。这看起来遮尔像哦，鸟仔看会去食遐，莫去食真正的。鸟仔无咧戆呢，因拢知影倒一粒是塑胶，倒一粒是肉的呢。例如果子袂假得啦，会假啦，你若要假会假啦，假一时久若定啦，看会出来，久就看会出来。这是真趣味的假使，敢是？保罗讲，这个代志，这个果子的代志，无一个法律的禁止啦。哪有法律会禁止这个代志？毋过人的本性，迄关迄规关吼，法律拢禁止呢。你有感觉真奇怪哦？这个法律拢无禁止。总是人的本性，总是法律禁止的。这敢是真互咱通想的吼。过来吼，第24节保罗讲吼，要安怎？你要照圣神迄落，你要安怎处理你这个本性？伊讲吼。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做伙钉死伫十字架。基督徒保罗讲，洗礼就是咱甲基督同死同活，这个意思啦。你遐本性，你遐私欲钉死伫十字架。因为我头壳爱学白想吼，
定是不是个这样代志？我去想到一项物件，足趣味啊！罗马人定是不是是足残忍的啦，足残忍的。身躯人较勇的吼，吊伫迄个是皮架顶，或者吊过过来只才死呢，袂随死。耶稣对早时9点到下晡时3点就登过，迄是算紧的呢，迄是算紧的。因拢叫兵仔伫遐伫顾，是安怎都爱顾。要收落来以前，爱确真知影讲，这个人已经死啊，才要甲摕落来。就是安尼吼，耶稣断开了吼，你有读圣经，兵仔用枪去插伊的血的，插看伊有真正死啊无？对一个死吊伫十字架顶的人，要知影死啊，你袂当爬去顶头看，你就应该拄看卖啊。迄是得 make sure 讲这个人有死，啊是安怎都爱讲，因为有时啊调过来日。所以吼，因原来要封闭迄落，伊的亲人朋友，若看到伊还袂死吼，毋敢吼，暗时啊，当时去将伊对十字架顶甲掠落来，甲带倒转来顾。因是想甲遮清楚哦，有派人伫遐顾，遐人吊伫遐也袂走啊，你要顾啥？是顾普通人会去甲掠落来。我想到这个时候，保罗讲，甲遮顶十字架吼，咱有一个人，咱也有这个本性甲需要吼，有一个会对咱足好的，叫做魔鬼啊。你若真勇吼，吊伫遐还袂断开吼，遐本性还袂死吼，魔鬼会去甲你刷落来呢，啊，带转去因兜甲你顾，你搁一尾灵呢，啊，确定啊本性搁多母啊。这是我黑白想的，想倒转来，恁毋知捌听到牧师想即落无？我毋知啦。真正你敢会安尼想？迄个本性若无顶是十字架死吼，毋是靠活啦。魔鬼会甲你踢，佮甲你收转来，甲你，互你收养的啊，佮出去啊。咱爱拜托圣神，互咱真正定死伫十字架。我知影，这个代志无可能绝对发生啦，总是这是保罗讲定死伫十字架的意思啦。啊，过落去第25节，上尾啊，伊嘛是搁讲顺叹圣神，顺叹圣神来生活。什么意思？保罗无讲啦，我在想啦。你若要有一丛果子树会当结果子，你爱做什么代志？你爱顺叹自然的法则、圣神的法则，你爱做，会当互这个树啊结果子出来。头一项。爱除草，草啊发真紧嘞，草啊会吸收营养，爱除草。花园咱做花园的人拢知啊，爱压肥，爱灵修啦，爱读圣经啦，爱祈祷啦，啊，佫是上要紧，爱甲果子树结连啦。你若无甲果子树结连，你肥安怎压，草安怎除，拢总无路用。袂结果子，就是袂结果子。今仔日用安尼真安尼，敢若差不多是咱过去要所想的圣神的果子的概论，甲咱三甲分享。咱来做伙。要来这几礼拜，咱三甲来看这圣神的果子，三甲来学习结果子。后礼拜是无真济吼，我会讲无真济会讲道啦。啊，因为我感觉无真济拢毋捌伫教会咧吼，
我真罕伫讲无真济讲道，所以我后礼拜讲无真济讲道，咱过落去礼拜再来开始讲圣神的轨迹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圣神对保罗的启示，教示阮安怎过结果子的生活。主，阮知伫阮内面的本性，常常甲你的圣神作对。阮恳求你，通过阮的分享，通过阮三甲乡这圣神的果子，帮助阮成做结果子的基督徒。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机会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